马祖回銮的速度行较慢，嘛开放予民众会当来扛桥。虽然是4个人的细顶桥，但是也是将近有70公斤重，4个人落扛，平均一个人爱扛17公斤半，原来是真正力。讲有女性将是扛甲歪腰。 马祖回銮的速度放慢，嘛开放予信众扛桥，不少人一路缀伫咧銮桥边仔，就为着等一个替马祖服务的机会。限定每一个人扛5分钟，时间一到，边仔信众就随来接手。有的人慢一步抢到第5个，不过4人桥的人数已经满，就只好搁等后一轮。 行伫咧上头前的女信众，随扛桥就随行一条，目睭闭紧，喙孔嘛开，甲边仔桥板咧讲话，亲像是想袂到桥会遮尔重，不过也是喙齿紧加咧继续行。3分钟了后，伊的表情怪怪，目睭开，甚至规个人歪腰。真无简单，5分钟总算到啊！查某人亲像是偷窥共款，总算完成任务。替马祖扛桥，信众拢感觉是真难得、阁新鲜的体验。不过卖抓准扛桥。 真轻松，白沙屯马祖挂香坐4人桥，重量270公斤，平均一个人就要扛17.5公斤。若是扛桥的4个人拢是查某囡仔，感觉负担会搁较重。地马祖挂香，有的人用双脚来体验，嘛有人甲大头扛起来，对信众来讲，拢是难得的经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